台南是一个非常有历史跟文化背景的一个城市，我想这个大家都是很肯定的。那尤其在观光休闲文化产业这部分是有非常好的基底，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在今年度委托我们台南市观光协会这边来帮我们承办这样的一个人才的相关的培训部分。那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失业者，或是要在就业或是在等待就业的民众，如果有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期待跟兴趣的话，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职业训练的课程，包括整个的文化导览观光，或是一些休闲民宿以及相关的复合式餐饮的部分，我们都有很完整的训练跟师资。那欢迎各个有兴趣民众一起来参与。这次的活动非常感谢劳动部大力的协助能够把这个活动从职业上的训练带动到一些有趣的民间活动。当然这个活动最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在职业训练上给各位多多的一些机会跟训练。希望你们在开办的时候都来报名。谢谢。特别锁定在安平这边啊，对，安平家。在地方的话是基本上是在安平为主了，但是范围还是以台南市云嘉南为重点。是。